早早。哎，别啊！你这么热情，我觉得有点瘆得。我觉得挺好，和谐。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吃你的，喝你的，住你的，给你提供点家的温暖作为回馈，这样不应该吗？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哪位大师的作品？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，我才淘腾到这花瓶？你要是喜欢破坏东西没关系，谁没个爱好啊？但你搞破坏能不能挑自己个儿的东西？你觉得你老破坏我们家东西，你觉得很合适吗？你看看你啊！刚被男朋友甩了个底儿朝天，紧接着又让人把戒指换成假的，真的，我要是你，我得一夜愁白了头啊！你倒好，整天跟一没事人似的啊，瞎他妈折腾。别人是胸大无脑，你就是一心大无脑。别低头，你看着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告诉我，你缺哪根弦？只要是你告诉我，我他妈卖肾我都把那弦儿给你装上。别人缺心眼儿，自己个儿倒霉；你缺心眼儿，别人跟你倒霉。你说你还活个他妈什么劲儿呢？翻译一下。喂，韩哥，让我给你找着了啊！这有一营业员，长得还真跟画上的一样。哎，我把地址发给你啊，你赶紧过来找我啊！哎，阿姨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姑娘，麻烦你帮我找一个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的戒指，有吗？阿姨，我们这儿没有这枚钻戒，您要不然看看别的？您是不是帮儿子找呀？要不然我帮您推荐推荐吧。我就要一模一样的。姑娘，不瞒你说，阿姨把这枚戒指给弄丢了。这戒指吧，是一个男孩送给我女儿的。他追了我女儿好多年，可我女儿就是不愿意。他倾其所有买了这枚戒指，我都感动了，好执着呀。可我女儿就是不收，我这心一软吧，就把这戒指替我女儿收下了。
有一天吧，闲着没事我就带了带，可怎么也找不着了。我估计可能是洗手的时候掉进下水道了。哎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你说人吧，老了，心还这么翘。阿姨，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您，没准过几天就找着了呢。咱们丢东西不是都这样吗？就死活找不着，过几天突然它就冒出来了。哎呀，都掉下水道了，怎么还能找回来呢？姑娘，麻烦你，在你这儿帮我找一个啊。我们这儿真的没有一样的。哎，这个不是吗？姑娘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就在这摆着呢。啊，您说的是这款呀？对呀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！哎呦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总算让我找着了。哎呦，阿姨，哎，我刚才深深的被您所讲的爱情故事所打动，所以我决定帮您申请员工折扣。员工折扣，那可以折多少呢？当然能折很多了。您看，您已经丢了一枚钻戒了，这已经是损失了。您再以低价买一个新的，那不就把损失降到最低了吗？对不对？那需要多长时间来取啊？哎，您等我想一下。哎，还真他妈有点像。不好意思，喂，我现在忙着呢，没空听你责难，先挂了。换戒指的人可能已经找着了。真的吗？啊，鼓楼东大街39号，光速来自，确认一下，过时不候。太好了，阿姨，哎， 3天就能申请下来。我现在立刻马上就去总部帮您申请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呦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